乾乾淨淨個大裝啦。起膠唔單止仲要有種水咧，係水印度水感，滿滿在線。嗱，要嘅姐姐嚟沖呢個款式，中意姐嚟拍啊！價錢1360元。啲啲嘅23219，價錢去到1360元啊！呢個冰焦綠嘅一個觀音，想要觀音嘅題材嚟揀一個，啲啲嘅23219，價錢1360蚊。有啱嘅姐嚟拍，中意姐嚟沖，啲啲嘅23219，價錢1360元。想入咩款式嘅姐打聲公平啊！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嗱，再上個呢個圓牌大氣嘅，有冇想要啲圓牌大氣款嚟揀呢隻？即個好看嘢，見唔見啊？好好睇啊！呢隻肉感，有冇中意呢種肉感嘅姐姐？嚟揀呢個款式好睇。你使起晒冰感啊！嗱，麒麟啊，麒麟松子啦，成個麒麟咬住一個係嘛？如意啦，下邊做翻呢啲咁嘅草卷紋啦。嗱，啲水浪啊，好有特色喎！起晒冰感，見唔見？冰到透喺度，冰到透啦，圓牌一隻啦，飄住呢個綠花啦，嗱，七彩顏色調調，哇！冰到透，見唔見？透紫啊，呢個透紫啦。後邊感很足嘅，冰感好足，仲要有水頭一件。有冇中意冰感咁足有水頭？中意咁冰有水感嘅你揀呢隻，中意咁冰有水感嘅你揀呢隻。成個厚度做翻一個5.7啦，闊度係54.5。有冇中意呢種帶飄花調調啊？你可以揀呢個，肉感大裝都好優嘅一個啦。嗱，哇，好透啊！見到未啊？透嗰啲透明度好高嘅一件，你哋去拍呢個1590元，1590元。要嘅姐姐嚟拍，價錢係1590蚊，1590元。要嘅姐姐嚟沖好冰嘅呢個，邊間很足啊！呢個款式，麒麟送子，嗱，招財嘅麒麟啦，守財嘅麒麟啦，係嘛？你哋想求子去買翻啲麒麟，同埋咧又係招財求財嘅，去買翻隻千呢，咬住個如意，時時如意，萬事如意。你睇呢度大裝幾冰，帶有天然嘅棉絮咯。哇！呢隻裝好好睇喎，有冇中意姐姐？有中意姐姐嚟拍呢個款式，有喜歡姐姐嚟拍1590蚊。呢個就上編號啦，有啱嘅姐姐嚟拍啊！有中意姐姐嚟拍啊！啲啲嘅23220，價錢去到1590元。冰親彩嘅一個麒麟。要嘅姐嚟拍 ，Hello， 歡迎入到嚟直播間，姐姐 ，Hello，Sammy 姐姐，圓牌一個咁大件，一個夠晒霸氣嘅隻款式，哇！這個很漂亮啊，這個美得要死啊！呢隻靚到冰到透成，冰到咁靚，冰到咁透嗱，幾高級滿滿係嘛？很高級嘅呢個款式，中意高級感嘅嚟揀呢隻快啲，超靚嘅個款式，又啱嘅姐快啲嚟揀咯。好好睇啊！一個很好看，你要啊你拍，中意嘅姐嚟沖，喜愛嘅姐嚟拍呢個款式，好冰啊！見唔見？冰感好足，麒麟送子嗱，啱嘅姐嚟沖呢隻款式，即刻就過啦。仲想要咩款式嘅姐點點菜，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然之後再上過一個平安扣，呢隻平安扣都好高價高貨啊！後邊後凸嗰隻，仲要帶住呢度啲鮮綠花，見未啊？冰到透晒個，仲要帶飄花，入邊啲花又飄得好靈動，好有異感。有冇中意啲水頭咁滿、肉感咁靚嘅一件啊？啊，整個腰感都是很漂亮。有冇中意啲肉感咁靚嘅姐姐們？嗱，中意啲肉感咁靚嘅姐姐們睇過嚟，好漂亮啊！啲裝夠，你睇起晒冰感，夠冰夠人嘅一個白魚缸嘅大裝啦，飄住呢啲咁嘅綠花，好清純啊！呢個清爽之餘又清純。嗱，要嘅姐嚟拍呢個款式，你睇個高級感幾靚，水頭幾滿，係嘛？滿滿嘅感覺喺度。有冇中意呢種款式嘅姐姐？
好慢啊，這個感覺好漂亮，見唔見啊？肉感好好嗰隻，肉感很絲，好漂亮。呢隻高貨啊，高品質嘅貨，有冇中意呢種啊？喺冰度透晒，冰度有水透感，就冰度帶飄花，又中唔中意呢隻款式啊，姐姐們？這個好漂亮，你中意嘅話嚟拍呢個款式，喜歡嘅姐姐嚟拍。價錢去到3759蚊，3759蚊，你中意啲咁冰透嘅，去揀呢個；中意啲咁冰透型嘅，你揀呢個啦。肉感帶裝到好好，又變又透，見唔見啊？帶飄花，又冰又透又帶飄花，你想要啲咁冰咁透嘅嚟帶飄花嚟揀呢個。啲啲嘅2322。